帶俾大家一個名為細胞修復減肥法。大家好，我叫 Julie， 我今年62歲，我就係用咗呢個方法減咗27磅，保持咗7年。好多人話出邊都好多呢啲產品，係嘅，但係我哋呢個產品嘅獨特之處就係業界唯一一個 CEO 係科學家，佢係病毒專家、營養專家、係細胞專家。佢培養啲細胞喺人體之外30-40年唔變、唔老化、唔退化、唔病化、唔癌化，所以佢製造呢個產品出嚟係雙管齊下嘅大量營養同埋細胞營養，令到我哋嘅細胞健康。所以點解呢7年嚟我嘅皮膚都保持彈性，冇加皺紋？呢個就係佢個營養成分係我哋平時食嘅飯餸多達10倍，所以我哋叫佢代餐，因為佢代替咗我哋嘅正餐，而且佢嘅熱量只係220克。有好多人食咗好好嘅嘢，但係佢熱量就好高嘅，需要好多時間去燃燒。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，我下邊有呢個連結，請大家打開或者去訂。多謝大家。